Hello，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讲到一个吃饭染布啊，是我们老祖先传下来的智慧呢。其中啊，蓝染一个工艺，佢做出来的蓝衫啊，更加是我们客家文化的代表哦。不过到了工业时代之后啊，吃饭染布也是讲蓝染一个工艺，因为佢哋染出来嘅布啊，效率冇人哋化学染布按好，结果啊。有個自然的工藝，又悄悄地講無人的好事，無人的傳承咧。好彩啊，有一群人點點的喺後背來傳承一個工藝哦。嗰時候更加啊，人真有法度可以學，來體驗藍染，甚至講學習藍染一個工藝。基本上啊，大家都聽頓嗰本，聽下來了解一下，到底乜嘅係藍染，第二呢，到底有乜嘅神奇嘅故事吧。首先呢，先來分享我們菜貼藍染師傅林牧陽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林牧陽。好，接下來呢是老師的好幫手，可能鍾炳雄鍾大哥。主持人好，我係鍾炳雄。歡迎兩位來到現場哦。鍾大哥、鍾先生，你哋兩三個啊，係做一個藍染嘅工作係清久嘅嘛？吼，我想請教老師一下，你哋喺做一個藍染之前，有做其他的工作嗎？還是一開始都係做一個藍染那個工作㗎？民國90年才接觸到藍染，90年以前都是在學校裡面工作。剛開始的時候，我跟先生都在東部在東部一個學校裡面教書，然後認識以後，然後就這個我知道他是客家人，接觸到客家文化，然後最後就接觸到藍染，我就專心的投入。嗰時先生，之前喺東部嗰邊教書嘅時間，教嘅係乜嘅呀？教社會科學。按你說人文嘅部分錯嗎？錯。按你同一個藍染，好像有失敗關係，又講冇失敗關係呢？要不然會學到一個藍染，因為頭先有講到，你接觸到鍾大哥認識之後，退休嘅將來學一個藍染嘛，你最頭下用辦提供有藍染一個工藝啊？這個可能跟我的那個家庭背景是有關係的。我父母務農所以對自然植物是接觸得很早。那對於這些人文的東西，文學、美術都很喜歡。我父親雖然是一個農夫，可是他會彈琴。他喜歡釣魚。他也會繪畫。所以我們家的小孩子都有這一方面的遺傳。你係講本上。家庭地位、家庭教育地位，爸爸對一個美術啊，一個自然美學部分，能有受到佢嘅影響，冇錯嘅。難怪啊，其實按嚟講係一個家學淵源啊，知道冇？按嚟仲係個老師去學藍染嘅時節啦，有聽到你去學嘛？用班有興趣鄉下來學，因為我記得講兩公婆啊，喺鄉下工作係真難得嘅事情咯。尤其係講退休之後來做工作，要鄉下真難得呢，你辦幾時間會想到從田頓先生來鄉下來學嘢嘅呀？染染嘛對你來講係唔對影響我開始發生興趣啦。但是我這樣提講啊，以做衰麼來談講如果要講所以可能都係都行業十夫做對啊，嚟開始如果要接觸到講染染做出來可能可以講。至於講我對一個有興趣冇，老實講，佢對一些興趣都冇啦。佢又冇興趣啊？但是呢，你講夫唱婦隨佢做乜嘅以往係拿，冇去拿做唔得啦。我會幫你講啊。安尼哦。嗰時候都後背都。我做乜嘅，我都聽住做乜嘅。都係你開始。你本先生咧，頭頓咧，人哋鄉下來去學，你都同佢做天書安尼。將出面也好多有時擺興趣，有技術嘅嘛，都應看啦。唔知得唔到咁滿，我冇變賣。本先生會幫佢賣啊？如果講
得到人讲无验证啦。哎呦，其实按你谈风来啊，两位的个性吼，算伊咧互补什么？谈风来总太过迄个温文的，个慢一些的。啊，老师应该个积极直接从。我个性比较急。其实按你做风来也几好呢，两啥吼互补的个性相处起来，也蛮唔会差。不过有个蓝染啊，底下讲係用植物來染的錯嘛，藍染嘅原料都係乜嘅呀？是蓝染哈，我们应该从植物染说起啦。植物染就是用自然界的植物做染材下去萃取染汁，然后来做染色的工作。那植物染色呢，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热染，要用煮的，把植物的色素把它煮一煮，它就出来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冷染，就是蓝染的部分。它的处理的方法跟热染是不一样的，差蛮多的。安尼老師，熱染的部分安尼談風來個啲嘅，如安尼將個植物取下來放過來之後，看用葉嘅，也係用其他嘅根，將它部位底部去煮的其他嘅汁就可以來做染劑安尼嘛。錯。安尼藍染機同熱染一個無共樣部分，其他嘅工序係唔係多加輕多啊？一個藍染機是一個大工程啊。好，從種植植物開始說起。我們大概分成5個步驟。第一個就是要種植物，就是我們說種藍，種植藍草。第二個工程呢，就是我們說制染，要把那些色素取出來做成染靛染料。第3個步驟才是染色，就是染藍。第4個步驟呢，就是設計、後製作、後處理這方面的。對，哇，安尼這個做一個植物染，尤其係藍染的部分，還可以種一個植物咯，唔係講攞杯青豆都可以來做一個藍染嗎？沒有。它有特殊的植物，我们一般藍染植物有4種，像馬蘭、木蘭、廖蘭、松蘭，它有一些特殊的植物才有藍色的色素，才能夠做成藍色的染料。安尼對攞杯安尼談風來，其實對這4種植物放過來之後，還可以用乜嘅方式將其他嘅色素取出來拿出來？差不多長得差不多的時候，就要把它割下來。割下來要泡水。泡水以後，它色素就會跑到水裡面去。然後呢，那個泡到一定的時間，我們就把渣撈出來，然後再加石灰進去，然後做一個攪拌的工作。那它的色素會跟石灰結合，會沉澱下去。這個工作就是經常是鍾老師在做的，對，那個很辛苦，對，我們一般叫做打藍，對，打藍因為有個部分都會將把個藍色的色素打出來，係做個染劑有個部分，總睇過，安尼個全部嘅植物係唔去錯過個放過來的嘛？這樣呢，強愛做啊，唔係講我強愛啲人啊，因為過大量嘅時間都也會揾學生嘅聽書啦。唔係講個大量嘅時間都將做嘅，去甲打敗用嘅，安尼時間都愛去種啦，伊變得愛做老師，伊做學生啊，安尼哦，愛讀書嘅，愛比，愛過來打藍，愛有啲等於講啊，一啲力啦，也唔係過太力啦，但係耐力啦。所以都愛做也做。安尼總體講，人哋去採一個原料去倒一條樹嘅時間，佢有乜個固定嘅時段嘛？有個季節，也係講人哋一定會放耐旱，佢喺葉嘅也係緊，會有限制嘛？嚟談講啊，冇同樣嘅季節啊，而種出來嘅色素稍微有一點點的變化啦。用嚟講。喺幫人講也有一點點的變化啦。個層也係個淺。那時間可能，比如你像健康人看書嘅樣有的書要被秋天的時間可能會18色，會有18變化樣但是也色素是重要，反正用藍色的，
可能有18个变化的意思啊，都唔会讲完全同，比如讲夏天同秋天，唔会讲完全同像头先的中央下来啦，18啦，唔会讲有变化quite大啦，要拢系经验嘛。你发觉一个大蓝，一条蓝嘅原料，其一个书诶，野生嘅嘛，还是更加有人嚟特别嚟种？即个种，自家种哦。即个种。种一个蓝料，唔单止蓝料嘅蓝料自家种，连个原料也系自家去种哦。哇，种出诶安尼啊哈，有咩糖野花？伊个地啊，伊个地。你们样先生，你花种1嚿嘅植物种树诶，种1嚿，怎可以来做一个燃料？差唔多半年用的啦，差不多2月的时候要种，2月的时候种，然后差不多6月、7月的时候就可以收第一次，然后留下了枝条继续长，10月份的时候再收第2次，所以大概它生长的时间一次大概就是半年。半年就可以做第1摆来用的嘛，你其实我有谈过啦，有的人讲，第1摆用的个燃料，嘅原料，係唔係咁唔磨，也係講第1擺都做得幾好嘅。第一次收成的品质一般会比较好因为它的生长其实以木兰而言它的生长的时候很耗地力，那个养分地里面的养分吸收了最多。那第2次它在长的时候就可能就不一定，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异。哇，安尼谈好了，真是难怪我能做植物染啊，来也係講藍染一個部分的工藝品全手工，其實我哋第一講手工都過貴嘛，冇想到其實做一個之前還有很多的工作去做呢。我這係去讀書做種一條原料係實在冇簡單。不過觀眾朋友，其實談到一片藍染還有地位幾多的工廠，還有幾多的故事呢？我哋休息一下，等一下馬上過來繼續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談嘅先生嚟紹介講藍染嘅工廠，到底地背還有乜嘅愛注意，還有神奇嘅故事呢？繼續嚟談先生嚟分享咯。老師，談講故事之前我強調一下，條到我介紹嘅按到嘅藍染佢製作嘅工序部分，藍染還有乜嘅個困難嘅部分嘛？談好嚟親像錯多數嘅做好嘅藍劑種好嘅都可以開始進行染的。沒安尼哦，沒有，歸麻煩的事情哦。這製作染料打藍打藍的工序就是說把染料做出來，打藍係把那個色素打出來，色素讓它跟石灰結合，然後變成染料。那這個過程呢，鍾老師會幫很多忙。我們兩個常常做到，後來我們就用鎖的，一個人先打100下，然後接下來就是換我做。那一直打到它的泡沫沒有。用板去打，用打的咧，還是用？沒用給攪拌棍安尼緊搞。cái染液種下去嘅，會緊搞，唔係用得係幾多好嘅哦？沒有，白搞。因為你在打藍的時候會有泡泡出來，那一直打到它的泡泡消失，大概最少要40分鐘。我打到佢嘅泡磨係咯，唔係講緊種，其他嘅泡都緊出來嗎？前面會前面會出來到一直打，再打到後來的時候，那泡沫就會不見。佢會唔會結合同嘅石灰質結合好嘅？係佢都會磨，泡泡都會小嘅。仲睇過，你嘅打藍嘅過程度，也是有嘅純人磨，會唔會真純啊？那個打藍啊，剛開始來都有甘也有苦啦，苦呢都講你用出印章。見出啲叫嘅當然都會酸軟啦，心都會唔爽快做奶酒，但像頭頭我姐講啊，也破有間嘅破裝備磨破，你打時間眼看麻煩又破，
心都会都会唔爽快啊！安尼用手嘅仲係流迄個去好冇？但是呢，救的呢吼，你要再慢一下講啊，佢要做下嘅人哦，會潮濕的變唔會潮濕的哦。咁啊，跟用慢講會會潮濕的變咗唔會潮濕。冇安排你起來炒。撞到打到後背後冇啲去好嚟炒。咁就唔會離婚咧，打到後背都唔會離婚咧。哦，都冇啲去好嘅。最後又有個顏料出來嘅時間，叫做怪環境。就利用啥腔下做出來嘅，有一種成就感啊呢。所以都有甘有苦。不過老師，安尼像大籃啊做出來嘅，你馬上可以用嘅嘛？還係講佢還要用乜嘅工序，會更好用？沒按那工染料做出來就可以做了哦。沒有那麼簡單哈，要經過一個程序。我們專業的術語叫做建染，建築的建哈。建染。對，那它的作用就是發酵作用。就是這個藍染的染料要經過發酵的作用，它才有辦法變成可以染的一個染液。那我們要加進一些天然的東西，傳統的做法，我們就加糖。糖類，我們現在是加麥芽糖，加酒，然後那個比較特殊的就是說，它的液體要是鹼性的液體，那鹼性的液體呢，我們以前呢是用木灰，我們以前還沒有那個什麼，現在都燒瓦斯嘛，以前是燒木材，那木材燒完以後會有一個草木灰，我們閩南話叫做灰糊啦，然後就泡水。泡水以後呢，它的液體會變鹼性，然後把它取出來以後呢，加酒、加糖類，然後染料放進去，攪拌均勻以後放着，然後它就會發酵，就能夠有可以染的染液出來。都發酵後咧，才可以正式來做一個染料。安尼發酵的時間可以久啊？看天氣啊，像我們現在夏天大概3天，頂多3天。如果是冬天的話，可能要到5天1個禮拜。按久的時間。不過老師我哋而家講發酵的東西啊，有咧重點係講有的東西一擺用，我哋像濕的東西好誒，發酵的東西冇適合，可能我可以變到變相風。一個冷劑係沒用可以變到變相風啊？不是啊，不是哦。只要它的 pH 值它沒有降低，你就可以放着，就常溫，你放在那邊常溫就可以去染色，你隨時想到要去染都可以。但是你要照顧它，每天要去看，看它有沒有壞掉，有沒有變化。比方說它的 pH 值有沒有降低，它的泡沫還在不在，它的染液是不是變成綠色，因為那個染液發酵成功是綠色的，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那你每天照顧最重要就是要攪拌，你攪拌的時候發現顏色不對了，那你就要處理了，你就要注意了。那你變色的都做唔得用啊？如果它是綠色的話，就是 OK 的，表示狀態是正常的。如果顏色不見了，那就不行了，你要處理。你用板處理啊？我們通常呢，就是會再過濾木灰水再加進去，因為新的木灰水 pH 值很高那加進去把 pH 值提高，或者是說你發現這個 pH 值 OK 沒有色了，那表示營養劑不夠了，你要加糖類。要加糖，佢說很久的過來都做，這個是比較難的部分。你想講一太從安尼辛辛苦苦打爛打出來，結果冇注意到冇顧好，結果都規桶的都做唔得用的，安尼都清磨菜。安尼從睇講，5年對頭擺都更加啦，有失敗過的經驗冇？打爛啊，也都有做失敗的經驗冇？有啊，已經打都打唔出來，也有啊你，唔啲天氣嘅溫度過大啊，也算樹嘅，也算可能種嘅火呀，都在那這邊有出長處，就慢慢來對失敗嘅地方，來看，也經驗對來，也一天嘅過程啊，我講嘅每次都對開始學都唔真是專業，中間一定會有失敗啦，但是失敗，你講。會不會對的經驗嘛？如果失敗，你能學地步用慢去處理，或者慢去校正啊？老師，按你打爛打冇成功，都做唔得做，會不會發酵的嘛？係啊，那就不實用了。
哇，糖真是糖都更加做男人吼，让人教迄个奇妙啊，做遐个男人吼，真是一个功夫呢，好请求的时间，才可以掌握到其中的精髓。对，要有一些经验。嘿啊，老师，安尼的话，其实做出来的作品都很经本你带过来按奖，对吗？你可以从人介绍一下吗？好，那我就从最右边那件衣服哈介绍，那个伞布，那个我们叫做型染，好，型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模型哈。打扮呢？打扮呢，如果扮呢啦，要有一个型，就是你要设计一个花色。那个花色设计出来以后，就是纹样嘛，纹样设计出来以后变成一个版。然后我们加糊料，刮上糊料以后，有一个防染的作用。这样我们可以把衫布色到个蓝色。那个白色就是布本来的颜色。那我们就是加压力啊，比方说加糊啦、加蜡啦，用绑的啦，让染料吃不到。然后染完色以后，就把那个压力去掉，就是我们要的纹样。这个就是型染。老师，也给衫布做出来，先不管说你能剪裁个等，也给做一个花样出来，差不多1周的时间了。也要比较久，因为这个正式的作品哈，因为像衣服这种，我们要最少要染20-30次，整个制成染成最少要1个礼拜。天气好天气不好可能就没办法。天气唔好，做唔得染哦。是因为蓝染液是一种还原性的染料，那它要经过还原氧化的过程，要不断的经过氧化的过程，你颜色一层层才能叠上去，所以这个不是染一次就到位，就是染完以后要让它跟空气接触，空气中的氧化接触以后，然后颜色附着上去了，我们再染第2次。古时候要个 set 按层按浆，迄一摆安尼贴上去的。样一摆可能会清淡的蓝色，像个推的个。像渐层那个。对。刚开始颜色比较淡，慢慢就会深。哇，安尼要给你的花纹，还没种越复杂的花纹，能越多有拿进来。对啊，这个防染的技法是很多的啦，这其中的一种。安尼反而底下讲衫布啊，个布料个铺嘛，我们可以用太多老师讲的个防染啊，个条技术。安尼像我看到更加要个鞋的，要个鞋的也做得用那种缝线吗？鞋的爱用绑的做唔得咯，因为鞋的伊那个布啊哈，比较厚，错吧？不好绑。这个是用一些剪黏的一些技术好，用板做。这个是现在那个屏东科技大学哈，有几个学生他在我那边学蓝染，那因为学生比较有创意嘛，他们的作品，他们就发挥他们的创意哈，用一些这个剪黏的技术把它做成功的。对，剪个板的安尼叠上去用板去染色啊，因为我看一点一点呢，它是。有一些布，选一些我已经染好的布，然后做一些剪贴，剪一个纹样，剪一些大小，然后把它贴上去的。原来安尼。那还有其他的作品吗？老师，像个迄没推的呀？那个没，苗条条的那个都小朋友的后背带，后背带。然后有一个这个染色技巧，我们叫渐层染色哈，就是从白到浅蓝到深蓝。那这个技巧很多人喜欢。那猫头鹰现在也是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哈，所以我用猫头鹰的纹样。那另外呢，我又搭配一个那个我们现在也是很适合亲子做活动的生叶染色，一般叫做敲脱染啊，我是叫它生叶染色，就是直接把植物的形跟色把它染到布的上面去。那个效果蛮好的，那小朋友就会给压背嘛，错，小朋友做的时候都很喜欢。对，我感觉想讲，奇怪，除了蓝色，用板会有一个强的色神，哎呦压背老师你真厉害，你挖容易挖个安强没挖个哦。车架用敲脱染敲脱染用板，它有个可以同大家讲一下敲脱染用板做吗？其同蓝的部分有重要的地方。一般我们就是找自然植物自然植物你觉得合用的，你要试很多植物，觉得 OK 的效果好，你再去用。以这个作品而言呢，那个叶子就是蓝染植物的叶子，其中的一种叫了蓝。
把植物放在布上，然后加压力敲，把植物的颜色敲上去。嘿，观众朋友，老师的作品是不是清讲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通书来做哦。我们做自己通书做，用板通书做呢，可能休息一下，等一下同大家来分享哦。前面老师有介绍其他的作品，其实还有更多精彩的作品哦，继续来请老师介绍一下咯。老师在介绍其他的作品之前我想要问一下钟太哥，老师在做一条作品的时间你有看下天数吗？天数是讲那个前台天数啦，但是有种那个一点按照制服啦，常嘅同嘅江湖用下嚟啊，如果講係天數做啦，條湖，都頭都有講嘅打扮咧，要阻止佢設嘅色嘅嘅湖，安尼仲睇過其他作品嘅部分有要補充嘅冇？嘅中間咧嘅快套咧，叫做一出上嘅推廣嘅，如果北部呢有銅化，緬嘅銅化更加代表講嗰種客家嘅一種代表方式。人哋一路面講人哋南部呢，因為有啲漢馬嘅方式啦，作為嘅代表，一次都用佢嘅方式講可以讓大家人來集思廣益，然後喺作品上來顯現，又漂亮。又可以喺一般緬人同通話之樣，做一啲南部嘅嘅花枝，做人哋6句南部6句嘅特色就錯。嗰時候我看到當個佢唔係通話，佢係人哋嘅亞客錯冇？主持人也提啊，亞客呢，有一啲醫生啊，有啲寫一個亞客嘅，人珍貴係先生嘅，還有做過一個亞客嘅詩詞，親講嘅法術，果然係人哋6句嘅特色。安尼老師一條作品係你自己想到來創作的嘛？還有其他喺創作的部分當中，你自己有遇到過幾困難的技法啦，也係講幾特別的過程的嗎？這個藍染的防染技法是很多，現在是比較新的，也比較困難的，我們叫做有蠶染。我們一般把它這個寫成朋友的友，蠶就是那個禪宗那個蠶，這個技法是從日本傳進來的，那這個傳進來這個技法發明的叫做工藤有蠶，所以我們叫做有蠶染，它是一個工序要20幾道工序的一個染染的技法，它繪畫基礎要很強，然後這個非常的細緻哈，這個畫面非常的細緻，非常的漂亮，所以作品就跟一幅畫一樣哈。那這個現在台灣會的人並不多，一般我們比較常用的就是紮染。是。嗰時候有嘅頭先老師講一個貼嘅嘅有蠶染，老師多多會其中一個位嘛，好也可以請老師嚟。可以啊。係啊，老師安尼其實除了衫褲啦、鞋啊、拖嗰啲，還有其他可以來做染染，乜嘅東西都可以來做用染染。只要是布的東西，自然材質的東西都可以，有人做皮的哈，甚至於石頭的染色都有。那現在呢，我們說染染是比較傳統的技法哈。傳統的工藝技法，那現在呢，我們很需要注入一些新的一些創意。那民國97年呢，那個屏東客家事務處，他有辦一個飛燕計劃。那屏東科技大學的學生他有參加，那得到第2名。那他們開發的一些作品就很有新意，像那些耳環啊、鞋子啊、項鏈啊、胸針啊，他們的作品就很有新意哈。那很多年輕人看了都很喜歡。嗰時候其實老師唔單將係繼續保存一個傳統嘅技術，還繼續同大家來研究做創新嘅部分咧，哇！老師按呢話其實人哋講，假使講想要嚟教一個染染，唔係講學習啦，先嚟教體驗一下，可以去請來做一個課程嗎？
我那个工作室，我那边有个园地哈，从种植物，从种蓝染植物到制作蓝靛染料，然后到发酵建蓝，然后到染色，我们都可以做的哈。那我也开放做 DIY，如果你们对蓝染有兴趣，想体验的话，欢迎到我的工作室。安尼先生，我们做个 DIY 吼。嘛，个 DIY 都可以嘛，像做衫褲啦、做腿嘅條都可以，可以人同老師來討論一下，做嘛個個適合安尼嘛。錯啊，但是一般做衣服可能就是棉 T， 就是現成的東西，因為簡單。對，現成的東西下去做藍染體驗就可以了，做一些綁紮，基本的綁紮，因為做體驗活動時間不長，所以你在做衣服那是不可能的事，會很就是一些基本的样式，然後大家做一個體驗，這樣就可以了。安尼先生，按搞嘅研究嘅時間啊，係唔係有個貼嘅學生嘅，佢學會嘅，更加自家也去做學先生嘅啊？有啊，幾多啊？哇，老師安尼生可能桃李滿天下呢。對啊，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或是他本身他也在教學，非常多。對唔愧是啊，會不會有越來越多人對這個有興趣，向下來傳承這個藍染的文化？就有一個推廣啊，有一個傳承，我覺得也很好。他們有需要協助的地方，我絕對會去的。對。老師，安尼做一條作品，其實也有得賣嘛。按有發現到講，哪條人下會去買那冇共用嘅個藍染作品冇？比如講推嘅啦，係一般嘅可能後生人會去買，又係講衫褲係個老一批嘅人會來買。其實我的客人啊，我的客戶成分不很廣從年紀大一點的到年輕的學生也很多。那我也碰過年輕的學生哈，他就喜歡。那我知道他很喜歡，可是因為藍染價格都不是說10塊20塊這樣子。然後他就跟我說：“老師，你可不可以賣我便宜一點？因為我沒有那麼多錢。”曾經是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哈。那像耳環這些東西，年輕的那些妹妹都很喜歡。因為購買力也蠻好的。對。安尼老師，除了我們這個本身可能我們台灣人也係中國一片華人的部分，可能各有接受到一個染染。外國人會來買一個作品嗎？有啊，外國人也有啊。真的哦。我們之前屏東這個縣政府推一個可可節可可的競賽啊，那有請很多外國的評審那他們外國評審來屏東縣政府，他有準備那個伴手禮，那就是這個餐具套，那個就是每一個人好像三個評審，3個外國的評審，那他們看到這個就很喜歡，然後就叫客家事務處的人帶他們到我的工作室來採購。結果見到來做評審，順勢來買個電路帶過去。對。哇，見到按好人的藍染。很喜歡。老師，按你其實我們看到南洋一個作品啊，每一個都親講做出來也千費功夫。按你我們樣板去保存，假使講我們買到一個作品之後，佢會唔會褪色的如果說藍染會褪色我覺得可能就是整個染色的過程不完整。如果說你只染1次2次，那當然會褪色但是如果說你製成很完整的話，那它是不會褪色的。像我們染20-30次，它就不會褪。那事實上呢，你要讓藍染的作品保存到最好的程度呢，跟什麼都有關係呢？第一個就是說你染料品質好不好？染料品質好。通常呢比較不會有問題。第二個呢，染色的過程完不完整？比方說那個整個過程啊，清洗啊，氧化啊，過程好不好？第三個，你保存的方式就很有關係。比方說你洗滌的時候不要用漂白水，不要去刷它，或者呢你適度的遮光，尤其是剛剛染色完成的時候，顏色還沒有收成，要稍微遮一下。抹曬一條。對。那曬的時候就是在這個陰乾就可以了。抹這叫曬一條。對，不要長時間的照，但是我們這樣穿出去均勻的曬是 OK 的。你不要長時間照某一個部位。那這樣的話就很容易會有問題出來。其實像一個藍衫嘛，佢做風來最頭下是就色神清澈嘛。其實悄悄咪佢做有一種
足够的个痕迹啊，个色其实淡掉之后，其实有另外一种蜜透出来呢，吼。没错，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哦，跟自然界植物、自然界的植物跟空气接触，它会有一个互动，就是会氧化。那每一个过程它氧化了，颜色其实都很好看。有可能讲一两上后，也挨咧推个贵，挨这个用在后背的时间，比如变成挨特别的那个色在底杯，其他人常用买咧包包也喺衫褲，同挨色都冇常用错冇，有只挨这个做过一个痕迹，用过一个痕迹，哇！事实上，我的教学我也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很多学生。就是他们上课做的作品哈，然后他们用了一段时间也都很好啊，他们就是知道应该怎么去保护它。就像俺们讲的，要这种衫褲喺团队俺们睇啊，团队俺们有一个自我风格在底杯，啊，就对俺们分布规划。对啊，因为你那么辛苦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你要好好去呵护它。一天呢有按批功夫做出来，一天要好好的保存啊，怎么下机啊？观众朋友，今日当然欣赏同总太哥嘅手機，哇，男人嘅功夫真是深呢！對頭下開始到最尾，我打扮咧就做出來，做一個作品啊，冇簡單哦。最重要係講，其實男人也係吃飯人，一條功夫，有一個技術啊，係對人哋環保、對人哋環境幾好嘅呢。喺做嘅時間啦，全部係用自然嘅東西哦，同人家嘅化學染布冇共用。其實大家有閒嘅時間可以嚟請老師見咧，學一下、體驗一下我哋羅祖賢嘅智慧哦。今日請感謝老師同總太哥用曬帶來按精彩故事同按獎嘅作品哦，多謝你哋。大家歡迎大家來認識南來，謝謝大家。好，觀眾朋友看到一片有趣嘅商業幕，現在呢聽眾先生嚟運動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璇，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先上一教大家彈力帶健身操，好，有看到我手上有一個彈力帶嘛？能準備一個彈力帶，那彈力帶個特別係有鋪嘅臀盤呢，卡盤如果感覺磅數加個重，就像我們的啞鈴用誒，好，我磅數加個重。加卡泡，好卡泡嘅話，加個強，咁如看嘅身體嘅狀況，好，那老人家按呢拿磅數較大嘅，按來練習都可以哦。準備好了嗎？將放起來，臀心上，好來同下做暖身操，好，來按呢兩隻腳打開來，好，頭腦啲左面看。看下面，門邊，然後兩拳呢，一拳，帶動呢，胸口，門邊，有看到我後背有一個燈呢，請觀眾朋友來可以坐喺人嘅沙發，嘛可以準備咧燈呢。記得咯，燈呢冇有輪呢喲，一個平穩那一些。好，加緊間來坐空來，坐下來。從個彈力帶打開來，用個腳下面軟輪，按個手，記得腿綁下，綁個。我腿綁好哦，莫掉下去哦，不要讓那個危險哦。我腿拿好，好來，看我腳帶挺空來，
放下來，同個腳帶挺胸來，挺胸來，臀線上通向走，腳帶挺胸來。而家臀個彈力帶，用個太落臂亞片，做一個交叉，好，同樣哦，腿綁好來哦，好，來訓練個內側肌，打開，合上來，打開，合上來。有感覺骨軟，好拄唔掉嘅話，可以休息唔怕，也可以訓練內側肌，好太落臂的一個力量。迷你做5下，好會瘦大腿哦。好，更加變一隻腳，好將你嘅腳要攏下去，要攏好，唔好俾放下來哦，哈，要攏好，好像拔蘿蔔用嘅，安尼動作叫很多拔蘿蔔，訓練你嘅手背的肌耐力哦，好，放下來，放鬆來，好像拔蘿蔔用嘅哦，啊來做20下。3、4、5、6、7、8、9、10。好，來更加來彎片，來做10下，要攏好來哦。好，來拔蘿蔔，彎片拔蘿蔔。放下來，放下來，放鬆去，放下去，再放鬆去。3、4、5、6、7、8、9、10。好，更加兩隻腳攏下來，好，來拔蘿蔔，慢慢地走。好，更加做腳攏下來，記得咯，要數一定要拿好。好，來屈膝，從咱個耳朵板用誒，咱出去，再數過來，好，伸側，再數過來，從咱耳朵板有冇？1、2、3、4、5、6、7、8、9、10。好，放下來，來看一下哦，我的手可以再撈一圈，好，以防萬一冇休息冇綁好，好，如果個危險，好，來彎片，咱耳朵板用誒，好，伸側，
再数过来，1、3、4、5、6、7、8、9、10。好，記得咯，唔可以背，要停出來，唔可以撲背哦。好，更加試看的心兩隻腳，好訓練的腹肌，兩隻腳壓放來。好，停喺唔喺肚臍前面，做一個停留。1、2、3、4、5、6、7、8、9、10，變下來，再慢慢的放來拉緊一下，可以放吼，如安尼放好了，可以放輕量提高。唔會腳都可以變下來，可以放在慢慢的往上。好，慢慢的變下來，再彎片。好，老人家做唔到的可以低下片。好，你適應之後，再慢慢的借用個彈力帶。好咧，慢慢的喺前面嚟放鬆落。放下來，嚟呼吸一下哦。前面動作訓練大腿內側肌。交叉，佢合空來，大口來，合空來，3、4、5、6、7、8、9、10，好，記得呢吼。聽嘢動作，拔蘿蔔，好，然後哦，記得嘅數哦，撈一看，踢出去數放來，彎片，好，兩隻腳躝。來試試看，你肚臍放，做一個腹肌的訓練。1、2、3、4、5、6、7、8、9、10，好，慢慢的變下來。今日動作好唔好？好好運動，還能下次能來了哦。